我们献上的祷告，我们来祈求，我们来安静来祷告，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恳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来看顾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深更深的连接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来渴慕你，寻求你，在你的话语中得着力量与安慰。当我们感到软弱迷惘的时候，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，使我们能紧紧跟随你的道路，不被世界来的纷扰来带走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你的爱与恩典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医治的主，你是怜悯人的神，我们也将所有身体病痛与心灵软弱的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的医治，赐下力量，无论是身体的疼痛、疾病的折磨，还是内心的忧伤、焦虑与无助，求你用你的大能触摸他们，使他们在你的爱中得着医治与安慰。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，求你赐下安息；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；当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求你赐下盼望与信心。愿他们在困难中能够经历你的恩典，成为我们的帮助与支持，是爱与温暖围绕需要的人，不独自承受痛苦。愿你的平安领到每个人的心，深知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的慈爱永不止息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接着最后我们为了2件事情，我们摆上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为了最近太缅的地震灾害，我们来献上祷告，也为了今天夏牧师的讲道，求主恩膏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，能让每位弟兄姐妹都能有所感动与领受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为了这2件事情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同心的为太缅地区的地震灾害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恳求你怜悯，为当地的人民，我们献上的祷告，我们恳求你，恳求你来帮助他们，恳求你来带领他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，我们恳求你，我们同心的恳求你，恳求你来帮助，恳求你来带领。慈悲怜悯的父啊，我们同心为着太缅地区的地震灾害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怜悯当地的人民，求你保护受灾的家庭，安慰失去亲人的心灵，并赐下医治给受伤的人。愿救援人员能够迅速帮助太缅这地方，资源能够顺利的分配，让受灾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支持与安慰。愿你的爱临到当地，使他们在绝望中仍然能够仰望你，找到力量与盼望。主啊，我们也恳求你透过夏牧师今日的信息、信心、仰望与成就对我们说话，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中仍然仰望你，坚定相信你的应许，并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。也求你赐夏牧师智慧与力量，让他在传讲与牧养中满有恩典与能力。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求主上帝，愿你垂听我呼求，但愿你赐福于我，使
使我境界宽阔。用你话语教导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与才干，为你荣耀征战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垂听我呼求，但愿你赐福于我，使我境界宽阔。用你话语教导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与才干，为你荣耀征战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做我施为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我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只邀请会众，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邀请站立起来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领我脱离灾害，愿你与我同在，我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垂听我呼求，但愿你赐福于我，使我境界宽阔。用你话语教导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与才干，为你荣耀征战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做我施为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我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做我施为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我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愿你与我同在，做我施为的盾牌，保护我免遭试探，领我脱离灾害。愿你与我同在，我在你面前敬拜，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做你的神的器皿，心中充满主爱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无论我们是在高山或低谷，你都会带领我们，扶持我们。可是，在我们生命里，都有你掌权做主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稣掌权；四面受敌的时候，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是因为主你是耶稣基督，你是救主。主啊，当我们这样的确信的时候，是在代表我们的